香港需要裝修嘅朋友，今次呢個單位真係要即刻分享，係一套實用又好睇嘅黃油原木風啟悦苑461尺嘅4到5人單位。首先睇下客飯廳，全屋以矮白加正木色為主調，睇落好溫暖又舒服。無主燈設計，配合間接燈光，光線柔軟又有層次。全屋通曲木地板加奶白藝術漆，空間感即刻大咗。再睇呢個電視長定制櫃，我哋用咗奶巴配豎條木紋，頂天立地做到足收納，屋企即刻變得乾淨利落，好適合中意整潔嘅你。之後客廳進門用長虹玻璃間隔出嚟一個單人房，佢唔係淨係靚，最大個好處係透光不透人，床係3尺單人床，仲有個少少高身衣舉。主人房門連同客廳電視牆係一體化家私設計，將電視櫃、房門、床、梳妝台、衣舉完全容下，零浪費空間。細房都可以同時容納3大功能區，視覺上更整潔開闊。最後一間房就係兒童房，4尺床連衣舉，最重要就係有個書台作為學習空間，光線充足。最後睇下廚房廁所，廚房 L 型櫥櫃完美利用牆角，符合洗廁主黃金動線。香港細廚房最實用嘅佈局，水槽旁嵌入洗衣機，廚房變身多功能空間。廁所就做乾濕分離設計，用黑康玻璃淋浴間隔出濕區，乾區做洗手台收納櫃。想知你個單位點樣規劃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幫你到新設計。